跟我在一起，夜光，好，跟我在一起，好，哇，对你的依赖，不愿醒过来，是我在梦中一直都在。是不是会是对？那些回忆随时间都飘到了现在。我们是风雨，我们能放身后，风中的闪电就是一切跟我走。所有的人拥有，我不想再错过你给过我的会不会走进好的手上？就餐桌上有没有的早餐？你曾经让我找到他的第一封信，不一会儿的在你心里留下新的烙印。我澄清一下，这个是初吻，初吻就是这么的青涩，这么的不会醒，好吗？我天哪！高格呢？高格厉害。你故意的？你故意的？故意的？我都有看到学日剧的，直接就上了。就只是说笑，就只是打闹，不如就忍受，让心动成为一个人的享受。可以感受到你们两个情感的流动。我其实看得蛮入戏。我也是。有点紧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笑，别紧张，不要别笑。我都要亲了，确有事，想看看。他妈真的很卷。但你要知道，约束不管你是谁，刘海都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怎么没有？为什么没有进的？我觉得比较甜的，怎么办？因为他们比较有那种欺负啊、重复的感觉。看你不要假装。我们出去玩第一次就哇哦，嘴巴太……请问一下夜光，我不知道怎么亲，太投入了，他太投入了。我是初吻的，你很关心他哎，我们那个 C 很久。哇，彩虹哎，好美哦！那时候本来就有，骗人。真的有，那刚下雨完了，好漂亮哦！对啊，雨后漂亮的哎，这个景景好漂亮哦，我觉得。好漂亮哦！我澄清一下，这个是初吻，初吻就是这么的青涩，这么的不会醒，好吗？干什么？这么突然 Oh my 不能 god！ 说，不能说。哇，这样，别录。一副的脸就是说，对啊，我想要，真的是。你还吹他的耳朵，超好笑，还搔你下。我要吃，不要，为什么？哦，不要，这我的。为什哦不要，道歉。不要。两个字，脸上都写着。这边也有。我这个笑是所谓的姨母笑吗？好热，我们这个画面看太多次了，把对方当零食在吃嘛。对。可是我没有看过你们前戏，我刚第一次看。对，我也是。不要，我觉得很好看的。哎，被推开。我想吃面。哎，给我就好。哪里的面呢？这段好好看的，整个氛围就是我想要。对，很好看的。你们的也很好看。你们的很好看，真的。就我们走的那个，我没有那种回忆杀，可是你们有我想要啊。对啊，你们是那种比较直接一点。好了，干杯！干杯了，结局了，哔哩哔哩，Cheers！